食住其實差唔多，廣東旅遊更超班。大家好，我係廣東旅遊嘅生仔。今日同大家介紹一條獨特嘅線路，就係我哋嘅貴州暢遊中國10大奇洞之首5A 級嘅積金洞、4A 級嘅方家坪景區，同埋去到我哋5A 級嘅荔波小七孔，團號為 BG2Z029嘅呢一條線路。喺行程特色方面，我哋會去到避暑勝地5A 級嘅積金洞景區，世界嘅溶洞王國，中國10大嘅奇洞之首，係飛逐山歸來不看岳，積金洞外無洞天。積金洞內4季恆溫保持喺16度，夏天無酷暑，氣候宜人，係當地當之無愧嘅夏季天然大空調。亦都去到我哋嘅避暑勝地5A 級嘅荔波小七孔景區，23度嘅清涼秘境天堂啊！亦都係一個非常之美輪美奐嘅喀斯特風貌當中嘅奇景啊！佢咧就被譽為地球腰帶上嘅一粒咧綠寶石，南方嘅小九齊溝。亦都去到我哋嘅避暑勝地4A 級嘅方家坪景區，以及我哋嘅積金洞、積金大峽谷，同埋我哋嘅4A 級嘅丹寨萬達小鎮，同埋去到我哋嘅都韻陳漢影視城啊，包埋入場嘅。咁啊，電視劇《慶餘年》嘅拍攝地咧都喺其中嘅喎。咁我哋行程方面嘅話咧，由我哋廣東出發，咁啊，第一多嘅行程，希望大家參與報名嚟到其中探索啦。唔該晒大家。